新竹关西凤山溪6月去互工厂违法偷倒垃圾水，这县政府除了重罚960万，今仔也派人去到现场，把18桶有毒的垃圾水处理掉，而且出动脚踏车，把1500平方公尺违建的厂房拆掉。 工作人员使机具要甲18桶底有毒的液体，才会桶运送去合法的处理厂处理。决定中设立个定金，为着安全，地检署特别下令，不准任何人挖金。环保局把派人来到现场监督，将这个18桶废液全数移除到水水公司来合法处理。那今天我们就会完成这些程序，县府也撤销它的工厂登记证以及再利用许可。那这个部分的话，他们目前是没有在营运的。那后续呢，我们县府我们会不定期的派员来看看，说他们是不是有在偷偷的营运。希望我们的环保局赶快的按照清淤的计划来处理，把河床清淤干净，那还给我们百姓安全无虞的饮用水。新竹县干部处也派出怪手，针对厂房违建的部分进行拆除作业，而且强调会派人定期来稽查厂商，看敢有偷偷营业。针对它增建的部分大概有1500平方公尺的这个厂房的这个部分，我们会进行拆除那希望这附近的所有的这些工厂都能够合法经营也不要挑战公权力新竹县关西镇凤山溪6月份因为污染，重罚违法厂商960万，把撤销工厂的登记。另外，针对清除不明液体60万，以及拆除违建15万经费，拢总花75万的费用，先由县府出钱，后续卖向厂商要求赔偿。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